新闻开始来看，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，112个人轻重伤，其中有4个消防员殉职。内政部长林佑昌早起去立法院报告，表示讲，殉职的消防员一个人有2800万的抚恤金，卖来协助立中烈士。报告中嘛讲到，屏东县政府消防局要甲民用来做公共危险的场所。民用最近一届的消防安全设备检修的申报是伫去年的11月15。消防署长是表示讲，因为卡手无够，无法度综合检查。内政部嘛罚民用240万，嘛强调讲年底环境部会把工厂的化学品、危险物品等资料交予消防局，消防抢救的时阵都有资料通查。民用工厂大火造成100多个人伤亡，4个消防职员不幸殉职。内政部长林佑昌日起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。每一个殉职的消防人员会当摕到2800万的抚恤金，而且协助入中烈士。报告指出，屏东是工业仓库，屏东县政府消防局并无加入做是公共危险的场所。另外，屏东上尾一届消防安全设备修检的申报是伫去年的11月15，迄当阵无符合规定，有要求改善。立委问讲，10个月以来，敢有去复检？他们厂商回报是有，那消防局委员了解说，我们现在人力的问题。哦，所以是因为人力不足，所以现在还没办法，还确认说去做复检。目前没有嘛？对，已经过了10个月都没有嘛？是。立委不满代志发生到大，到底是虾米人的责任？政府也不清楚。林佑昌批回讲，还阁当地的厘清，伊无法度做裁判。针对民用大火，工厂管理确实受到大家的关注。林佑昌提出6大精进措施，包括依法裁罚民用上当240万的罚款。环境部会伫年底甲工厂的坐票、化学品、甲危险物品基本资料交予119指挥中心。工厂管理者应该提供相关的资料，嘛要提悬亚康者的奖金。第一线的同仁，咱有够可怜啊！你还没有拿到图资，已经爆炸了。好，你连资讯都没有的状况之下，你教他们如何去行使他们的生命3权的退避权？我们要补助各个县市非直辖市的部分，有这个数位的这个灾防指挥车，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同仁在第一线的时候取得数位的资讯。几个立委关心消防卡手无够的问题，有11个县市服务人口的比例并无达到标准。林佑昌回应讲，5年来已经新增加3100个消防人力，针对无够的部分，由地方政府编制原额甲预算，中央嘛会甲因支持。嘛讲考虑会加开特考，甲考试院讨论考题，提悬录取的比例，已经进行下院的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